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波斯，看一看波斯国内的抗议活动发展到哪一个地步了。自从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杜罗被特朗普擒获以后似乎这个局势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戏剧化，所以有很多人希望在波斯也有一些变化。伊朗国内的抗议活动从12月28号开始，也就是25年的年末开始，那到现在已经8天了。通过媒体报道网上各种这个资讯来看，这个伊朗全国各地爆发的这种抗议活动并没有缓解的迹象，这个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从初期的每天30多处，已经发展到现在每天80多处。有报道说目前造成了20多人死亡，600多人被逮捕。我看有很多媒体报道这个伊朗的首都德黑兰现在是重兵把守他们认为只要稳住了德黑兰，那其他地方掀不起大浪，大概这意思伊朗政府已承诺发补贴，也就是给大家发钱，就大家日子过不下去吗？给大家发点补助。但是这个伊朗的教士集团，伊朗的这个宗教领袖，你比如说哈梅内伊，他把伊朗这个各地的这种抗议活动定性为是外国雇佣军这个也是国外势力在这干涉捣乱，威胁要进行镇压。在伊朗的叫富拉德沙赫尔市，也就是边境地区宗教政权下的伊朗安全部队直接向抗议者开枪。随着抗议活动升级武装抵抗在伊朗各地蔓延，在阿瓦市居民爆发枪战，也就居民区听到枪声。据报道，有多名平民受伤，示威者设置了燃烧的路障，阻挡了安全部队的行动。在梅赫尔塔特，抗议者焚烧了一个警察检查站和一辆警车，其中一人还用自制火焰喷射器袭击了警察。在伊拉姆省，一名遇难抗议者葬礼上，哀悼者高喊伊斯兰共和国去死。伊斯兰共和国指的这个就是政教合一的这个政权呢。最重要的是在伊朗的这个意识形态最保守的圣城库姆，居然也有这个很多人起来游行示威抗议。伊朗的叫哈马丹和圣城库姆，一些自媒体声称抗议者控制了街道。无论这个是否是抗议者控制街头那在这个库姆这个圣城，这个教士是占绝对的优势的这个意识形态保守地区居然也有反对阿亚图拉政权，也就是这个教士集团呢。说明什么？说明连圣城库姆的老百姓都已经受不了了，受不了教士集团的这个统治，也说明这个阿亚图拉这个政权呢支持度已经非常低，已经到了存亡关头。据说很多地方这个伊朗的老百姓已经从伊朗的这个叫什么民兵组织几处基地开始抢夺武器。这个游行示威的群众一旦拿到武器，这个就和伊朗过往的那些游行示威就不一样了，那性质大大不同。虽然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抓捕了马杜罗以后他说哥伦比亚、古巴或是下一个目标。1月3号在佛罗里达州召开的记者会上，指责哥伦比亚总统佩托罗操控毒品生产，并把毒品走私到美国。特朗普也将矛头指向古巴，称古巴是失败国家，并暗示古巴可能很快成为美国政策讨论的焦点。但是特朗普也表明美国似乎无意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因为他看起来已经准备自行垮台。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特朗普按理来说他是宜将胜勇追穷寇嘛，对吧？砍瓜切菜，势如破竹把他后院打扫干净，就这意思所以他把手一指，一个是哥伦比亚，一个是古巴，你们等着瞧。但是保不齐这个特朗普也可能出其不意在伊朗这儿施压。当大家把眼光看向古巴、哥伦比亚的时候，古巴、哥伦比亚那在瑟瑟发抖说不定特朗普就要从伊朗这儿下手，叫兵不厌诈那特朗普会不会在这个伊朗上演这个直捣黄龙，对吧？黑虎掏心，直接把哈梅内伊给
抓走呢这个戏码，也就是对哈梅内伊进行斩首行动。目前看啊，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要斩首的话，恐怕也是以色列人干这活啊。就是我认为以色列啊，这个叫内塔尼亚胡啊，他去斩首哈梅内伊，这个可能性比特朗普去斩首哈梅内伊这可能性还要高。虽然啊，他们打击这个伊朗的教士集团呢，目标是一致的，但美以分工啊还不太一样。美国啊更像是负责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对吧？剩下的事情由以色列去解决，包括颠覆伊朗现政权。伊朗的国内啊，现在局势也比较诡异。虽然伊朗出动了安全部队，但是安全部队人数是有限，伊朗的军队似乎都没有出动。虽然动乱啊已经蔓延了100多个城市，就是游行示威啊这种活动啊蔓延了100多个城市，但是伊朗的军队还没有出动的是一些安全部队。但是有媒体报道啊，这个特朗普啊已经派遣美军在向波斯湾调动，美军啊为这个伊朗啊准备了1个战区的力量，3个阶段作战方案。大家还记得内塔尼亚胡是不是前2天跑到美国去访问去了？好像没有说他们到底干啥，这个里面啊恐怕不简单。据说啊，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了5个小时的磋商。以色列国内呢，现在正在进行动员，就军队动员啊。从这一切来看啊，预示着伊朗这一次啊，恐怕对这个教士集团啊叫在劫难逃。新加坡联合早报说啊，哈梅内伊强硬表态，伊朗绝不屈服美国压力。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六表示啊，他不会屈服示威群众和美国施加的压力。哈梅内伊星期六1月3日在电视讲话中说啊，伊朗不会向敌人屈服，并称应该惩罚闹事者。你看看啊，还在拱火浇油。而这个伊朗的这个总统佩泽西奇扬，对吧？还说一些软话来安抚一下这些示威群众啊，说这都是政府的错，政府没有照顾好群众啊，没有把经济搞好。但是这个哈梅内伊啊威胁啊要对这些示威群众进行镇压。这个联合早报说啊，由于长期受到制裁，导致伊朗经济停滞，物价高企。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近日更跌至历史新低，引发首都德黑兰商贩抗议。抗议行动后来蔓延至其他城市，多个城市星期四爆发冲突啊！你说这个背景和委内瑞拉的背景是不是一模一样？通胀、货币贬值、暴跌。老百姓活不下去，这背景是一模一样啊。关键委内瑞拉国内局势还是稳定的，人家老百姓还没上街呢。伊朗已经老百姓上街了，坐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外部有什么势力再去干涉一下，这个教士集团随时都有垮台的可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星期六晚上，伊朗西部伊拉姆省发生示威冲突，造成3人死亡，死者为1名安全部队人员以及2名袭击者，还有多人受伤。报道说啊，持武器的示威者试图闯入马洛克沙西县一处执法中心，进而引发冲突。该县当天下午发生骚乱，袭击者攻击多处政府建筑，破坏数家银行，并毁坏抢掠许多市民住宅。消息人士称，伊朗警方特种部队已经介入维持秩序。这个是伊朗的国家通讯社报道的啊，那肯定是把这个示威群众描述成暴徒啊。人权组织称，自12月28日以来，伊朗各地示威活动中死亡人数已超过10人。根据路透社未能立即核实的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伊朗南部和西部都出现抗议活动。哈梅内伊在谈及市场贸易商对货币贬值的担忧时说，他们说在这种条件下无法做生意是正确的，我们将与抗议者对话，但与骚乱者对话毫无用处，骚乱者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库尔德人权组织横格沃星期五确认有133人被捕，比前一天增加了77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整装待发，做好行动准备，如果伊朗的抗议
遭到了当局的袭击，美国将出手相救。去年夏天，美国加入以色列针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行动啊，这个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的啊。这个特朗普啊，他不是光说一说啊，美军正在向波斯湾调动啊，把本来准备啊跟这个委内瑞拉大打一场的这个资源，一看派不上用场，对吧？他这个时候有功夫啊，抽出兵力部署到波斯湾，这个给伊朗的教士集团的压力啊，那是非常大的啊。已经有传言了啊，这个传言哈梅内伊要跑，这是英国的《泰晤士报》报道的。说如果伊朗抗议加剧啊，传哈梅内伊计划逃往莫斯科。根据英国《泰晤士报》获得的情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做好计划，如果伊朗动乱加剧，将逃往莫斯科。《泰晤士报》这篇1月4日的报道援引一份情报报告称，86岁的哈梅内伊已制定了备用逃亡计划，如果他的安全部队无法阻止日益加剧的示威活动，或者在动乱中背弃他，哈梅内伊将带着他20多名心腹和家人逃离德黑兰。谁紧张谁自己知道，看一看马杜罗，没有人比教士集团更紧张的了，对吧？尤其是这个特朗普还有这个以色列不停的施压，你也不知道特朗普到底要干什么，保不齐真要动手，那下场跟马杜罗一样。而且最主要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对教士集团来说，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美国，是他的人民。他最怕的是，对吧？对人民起来反对他，没有一个帮他的，他身边的人一个都不相信。你看看马杜罗，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身边安保人员全部是古巴的，委内瑞拉情报部门各种，对吧？反侦察、反间谍部门，还有情报组织、安全部队都由古巴人掌握，说明马杜罗对自己的亲密战友、对自己的老百姓、对自己的参谋长、国防部长没有一个相信的，连贴身侍卫啊都是古巴人。这个啊，同理，这个特朗普不说了吗？独裁者的忠诚只值$1，一点都没错啊。所以这个时候，哈梅内伊他能相信谁呢？他谁也不敢相信，左手都不敢相信右手，已经到这种地步啊！这个左脑不相信右脑，所以传言他要，对吧，潜逃到俄罗斯，很有可能，对吧？没有人比他更焦虑。这一幕在半年前已经发生了嘛？这个美国和和以色列轰炸伊朗的时候，那个哈梅内伊不就失联了好几天吗？谁都不联系，谁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你想想，以色列的这个摩萨德特工那渗透能力，那比美国的情报局还厉害啊！在伊朗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对吧？包括那个哈马斯的那个政治局领导人是吧，哈尼亚吧，跑到伊朗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住在这个专门安排的一个招待所里面，结果被以色列人，对吧，精准的斩首啊，因为导弹进去啊，当然有人说是炸弹啊，先安放的炸，不管是什么东西，总之说明这个伊朗早就被渗透成筛子了。包括，对吧，几年前被特朗普斩首的那叫什么苏莱曼尼，对吧，精准击杀，这个只说明一个啊，伊朗早也被渗透成筛子了。哈梅内伊的一举一动说不定都在人家掌控之中，也就是说哈梅内伊他完全要怀疑他身边的所有人。哈梅内伊他应该清醒的知道自己很有可能啊，一举一动对以色列对美国来说都是透明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哈梅内伊准备逃跑没毛病，他谁也信不过。一名情报消息人士表示，这份 B 计划是为哈梅内伊及其亲信的合伙人，也就是特别亲近的人啊和家人准备的，其中包括他的儿子及其指定的继承人穆杰塔巴。多年前逃离伊朗，现在以色列情报部门工作的贝尼萨布提表示啊，他说哈梅内伊将会逃往莫斯科，因为他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说哈梅内伊也非常崇拜普京，且伊朗文化与俄罗斯文化较为相似。这项逃亡计划参考了叙利亚前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的逃跑经验。2024年12月，在反对派武装攻入大马士革之前，阿萨德搭乘飞机逃往莫斯科。你看啊，把这个剧本呢再演一遍，也就是哈梅内伊手中已经拿到了这个剧本了啊。什么时候，对吧？坐什么样的飞机飞到莫斯科？消息人士称，他们已经谋划好了撤离德黑兰的路线，一旦感到有逃亡必要，就会启动。这包括在国外收集资产、房产和现金，
以确保安全通行。哈梅内伊拥有庞大的资产网络。根据路透社2013年的一项调查估计，哈梅内伊持有和控制的总资产高达950亿美元。这个伊朗人民啊，在吃屁窝疯啊，喝西北风。他的反美斗士哈梅内伊总资产高达950亿美元，又是一个夹头式的人物啊！为什么他们一边反美，一边疯狂的收敛这个收刮的吧敛财，而且很多财产还放在美国？你说这叫什么事？多让基本盘伤心呢！包括房产和公司，他的许多高级助手也已经将家人安排在国外，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迪拜。自去年12月28日伊朗爆发抗议活动以来，局势正持续升温，不满的民众走上街头，诉求从经济议题演变为政治诉求，矛头直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个哈梅内伊要逃到莫斯科，这下3缺1啊，还缺一个，谁去呢？对吧？你打麻将，你不少一个吗？地保老人做东道主，做东嘛，巴沙尔、哈梅内伊，那还缺一个啊？那3个人只能斗地主啊，还得送一个去，谁呢？哥伦比亚、古巴还是司令官还是谁呢？也好歹凑一桌啊，要不然待在那多无聊啊，对吧？大量的资产花不掉，躲在地堡里面打打麻将没毛病啊，斗地主。但是说实话啊，这个我要是哈梅内伊，我是不会去莫斯科的。你去莫斯科，这个后半生啊，虽然他已经对吧，也80多了，没几年活头，但是你要到了莫斯科，那就是提心吊胆，什么时候中毒，对吧？什么时候把你送回去，对吧？那俄罗斯人不对他敲骨吸髓啊，不敲诈他呀？你看巴沙尔到了俄罗斯，活得多猥琐啊，对吧？不敢见光。虽然说得到俄罗斯保护啊，没用，对吧？随时会当作筹码用来做交易。你去了俄罗斯，那就是人质。所以我要是哈梅内伊，我死活要去美国啊，只有美国能保护他。到了美国，他后半生啊就有了保障，就像马杜罗一样。你非得跑到俄罗斯去斗地主，你还不如去美国斗地主。你看看那个马杜罗啊，到了美国之后，对吧？一脸的轻松，对吧？他照相的时候不还比划那个胜利的姿势吗？谈笑风生啊，对吧？一脸的轻松，从从容容，两个腿都没有这个发软，对吧？走路虽然穿着拖鞋，那我看电视上面好多贪官呢，被抓住之后，对吧？都要2个人搀扶着才能走路，因为他腿软了，有的大小便失禁，那紧张的，那吓的。马杜罗一点都没有啊，马杜罗感觉自己真的是解脱了。再也不用慌了，后半生啊有了着落，这比他流亡到什么俄罗斯要强得多啊！流亡到俄罗斯那就是敲诈，对吧？那就是人质，随时可以把你卖掉，随时可以中毒。所以这个哈梅内伊他应该想办法，对吧？跑美国去，或者给这个特朗普打电话，你派三角洲部队啊，或者海豹突击队来接一趟，是吧？辛苦一下，主动把自己交出去啊，也算是个投名状嘛，给这个特朗普再增加点光环，特朗普也愿意啊。就是他这个人有点多啊，他要带走20多个人，那这个特朗普还派个大飞机去啊。从这个媒体报道来看啊，还有网上流传的那些视频，伊朗这个教士集团啊，神棍集团现在是摇摇欲坠啊。哈梅内伊逃亡计划，这个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是非常符合这个事态发展的这个演变的。因为哈梅内伊很清楚，对吧？他得不到民心了，连他的老家，对吧？连这个教士学校的基地啊、库姆啊，老百姓都已经忍无可忍，哪还有人支持他呢？不要看这些教士集团这些既得利益者现在喊着口号，举着拳头，誓死捍卫哈梅内伊，那是因为他现在还安全。一旦对吧，外部压力一到，他马上瓦解，因为那个忠诚啊就值1美元。最主要的啊，这个哈梅内伊啊，跟马杜罗跟毒品也扯上关系了。媒体报道啊，说马杜罗政权和伊朗以及其代理人真主党的关系早已被以色列情报曝光。真主党通过贩毒网络和与各种犯罪团伙的合作，在拉美维持着自身的经济命脉。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对这些活动视而不见，美国甚至认为
他们本身就是贩毒集团的幕后主使，这为这种合作创造了肥沃的土壤。美国缉毒局特工布莱恩·汤森德这样描述真主党和马杜罗政权的角色：他们洗钱并提供网络，帮助贩毒集团在中东转移资金，他们从毒品交易中抽取分成，以此资助他们的行动。近年来，这两个组织之间联系变得如此密切，以至于委内瑞拉高级政府官员实际上都在为真主党效力。真主党背后的幕后主使不就是伊朗的教士集团吗？伊斯兰革命卫队哈梅内伊。毒品恐怖主义中心的崩溃，从马杜罗倒台削弱伊朗和真主党的毒品网络。马杜罗的下台以及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监督已经削弱了伊朗和真主党在南美的立足点。这些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特朗普已经把伊朗的教士集团和马杜罗和毒品进行了关联，那结局和下场可想而知啊。所以在这种高压之下，伊朗的教士集团、伊朗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应该是无法入睡啊。关于伊朗的局势啊，咱们可以密切关注啊。如果伊朗也解决了，那至少在我看来啊，这个低保老人呢，真的就成了独木难支啊。受俄罗斯保护的、资助的这些国家一个又一个的垮台啊，这叫政权呐垮台，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就是这个世界啊迈向更文明的一个开端。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